67歲嘅張伯一向身體健康，只係有時覺得眼後有輕微脹痛。佢原本以為只係老花或者疲勞所致，直至一次因頸動脈檢查而意外發現右側顱內有一枚5毫米嘅未破裂性動脈瘤。由於動脈瘤位於顱底血管分叉處，屬高風險區域。醫生向佢解釋，呢類動脈瘤雖然多數無症狀，但若增大至壓迫顱神經，可能出現複視、眼盤下垂或者眼後疼痛。而最大危險就係爆裂，引致出血性中風。經詳細討論之後，團隊為張伯制定治療方案。佢嘅動脈瘤位置適合微創血管內治療，經右側股動脈放入微細導管，喺 X 光透視導引下植入血液分流導向支架，並以鈦金屬線圈加強封閉。手術過程約1小時，目標係將動脈瘤排除於血流之外，避免血管壁進一步受壓變薄而爆裂。手術後，張伯恢復良好，僅需短期住院觀察。若非早期偶然發現呢枚沉默炸彈，或會喺未來某日奪走健康甚至寶貴嘅性命。即使無症狀、未破裂性動脈瘤，亦需專業評估，選擇最合適嘅處理方案，方能真正解除隱藏危機。